32咁咧又係啲 log 嘅題目，咁我哋設咗 log x 係 u 先，咁啊佢冇次方啦，唔使話諗啊，使唔使搬落去啊嗰啲問題，咁啊會係一個咁樣嘅方程嚟嘅，咁然之後咧你就要通分母啦。有啲同學咧通分母唔係好識得處理個加七嘅，如果你真係唔識得即係個加七點樣通分母咧，你唯有將另一個分數搬過去另一邊啦，咁你都會通得到嘅。咁啊個分母就會係 2u 加1乘 3u 減2，然之後2再乘 3u 減2減3乘 2u 加1，咁啊可能咁樣通分母你反而會容易啲添。咁然之後就 6u 減4減 6u 呢度乘開佢，負3加1減3，咁然之後咧個7就準備定呢嚿嘢啦，呢嚿嘢都要爆開佢，將佢調咗過嚟啊。咁啊應該會爆呢4嚿嘢嘅，然之後乘開佢咯喎，42u 二次減 4u 加 3u 即係減 u， 再乘7即係減 7u， 咁啊減14等於呢度抵消咗負7，所以42u 二次減 7u 減7等於0，因為減14加7，咁然之後你就撳方咪啦01啦，42負7負7，咁你就會撳到 u 咧係1/2，又或者咧 u 係等於負1/3。OK， 咁啊換句話嚟講，即係 log x 係等於1/2。或者 log x 係等於負1/3，咁呢度咧有兩個方法嘅。方法一咧就係我揾翻真正 x 嘅數值，佢冇個 base 就當係10，所以其實你可以撳 shift log 又好啦，或者你撳10嘅1/2次方都好，咁啊你就會計到 x， 然之後再代翻入去。第二個方法咧就係你諗下，其實 log x 1/2即係咩咧？log x 1/2其實即係 log x 嘅負1次方，其實真係等於負 log x 嚟嘅。咁所以如果你識得呢啲嘢咧，其實換句話嚟講，其實即係佢問你嘅咧，就一係負1/2，一係就正1/3。因為我哋計到 log x 嘅結果，佢問我哋負 log x 係幾多，咁你將我圈住呢兩個數值負咗佢就得㗎啦。如果你唔係好識得呢啲處理咧，你就撳 shift log 計咗個 x 先，然之後再代翻入去打 log 1/x，都會打到呢兩個答案嘅。咁啊 anyway，答案係 dot。